现在我刚才可能前面讲了一下，就是这个以法身赞叹吧，就对，就刚才那个报身的这个其中赞叹已经讲完了，就是法身赞叹呢，刚才宋词已经读完了，就是然后下面就是定力，就是安乐，这个安乐是指的从果位上面就是无路啊，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就是没有任何的痛苦，就是安乐木。啊，就也可以，就度母叫安乐母，还有呢，就是入是这个入和母，就是没有这个业和烦恼，就是没有业和烦恼的粗暴，就是极其如何的。这个善呢，就是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造恶业，就是全是这个善，就是山母、入母，还有这个安乐母，就是这个度母呢，就是有不同的名称。然后这样的这个度母呢，就是其实因为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通达这个无碍，就是最后呢，就是寂灭，就涅槃的心境性，就是其实这个度母呢，就像我们这个《相观状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不住二边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发生啊，就是这个我们从密宗当中呢，就是讲这个普贤父母啊，就是普贤父母也是度母的这个发生现象啊，就是度母的这个发生现象呢，就是这个普贤父母啊，报身现象呢，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说这个度母，其实它是这个这个寂灭涅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现象。那么通过他的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真实的这个咒语呢，就是前面加上我们，就是然后后面呢就是加上这个说话，就是我们达里得达里得里说话，就是我们达里得达里得里说话，我们达里得达里得里说话。有些上是经常跟这个心中那个教啊，就是度母这个心咒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真实的这个咒语呢，就是前面有红字，后面有这个说话，就是中共这个达里得达里得里说话。那么这个昼夜和前面的这个度母的这种观相啊，就是通过它的这个发光的观相呢，让这个摧毁一切无始以来所造的就是大的这个罪业，比如说这个造了无间罪啊、杀人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平时就是这个四根本戒啊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大罪呢，就是都这个依靠度母的这个咒语和度母的观相来可以这个牵除啊，就是可以牵除。像这个度母的一些这个修法，就是修法当中，就是应该是这个度母的这个度母呢，这个身色呢是白色的啊，就是白色的。然后这个标志呢，就是它在这个乌婆罗花的这个花蕊中心的话呢，就是应该有这个苗品啊，就是这个苗品当中呢，就降下这个甘露，让我们这个众生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的这种罪证啊，就是全部都是得以这个迁除啊，就是得以这个迁除。阿底峡尊者以前在一些度母的这个修法当中也讲了，就是度母修法里面呢，就是息正坏住啊，四大事业都有，尤其是我们这个熄灭这个罪业啊，熄灭病痛啊，熄灭就是痛苦啊，就这些都是依靠就是这个度母法门呢，就是可以这个完成啊，就是可以完成。以前那个这个智悲光尊者啊，就是在他的这个复藏品里面呢，就是也有一些度母修法，其中呢就是讲了，比如说这个修度母法呢，就是增长智慧啊，增长这个福德啊，就迁除魔障啊。第十个也是这样的啊，等等，就是最后这样的第十个呢，就是修度母法门，主要是最初迁除一些罪障啊，就迁除罪障。所以我们先修这个金刚萨埵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忏悔方法。同样的，我们这个念21赞，这个21度母赞呐，还有这个念度母的这个心咒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忏悔方法啊，就是忏悔这个方法。以前那个就是也有这样的，就是依靠这个修度母呢，就是也是可以尽除罪障。还有呢，就是尽除这个一些病痛啊，像以前印度这个有一个婆罗门的道士，就是这个婆罗门的道士呢，有这个眷属，就是500个这个婆罗门，500个婆罗门的话，后来就是因为那个他的道士呢，就是得了这个麻风病啊，然后慢慢呢就是传染，就是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眷属，他的所有的眷属以后呢，那么就是大家就是过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这个修行呢，就是特别的艰难，因为平时呢，就是人们都是会供养他们，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这样得病的时候呢，就是都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提供这个生活。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各自的去乞讨。有一次呢，就是在路上就是看见就是师徒这个吊的一个度母的
这个像啊，就是杜牧的像，而且书里呢就是拉着这个苗聘，就是拉着苗聘，然后他们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对这个杜牧就是产生信心，就是祈求呢就是一方面就是消除他们的疾病，就是同时呢就是牵除他们的贫困的这种痛苦等等，这样这个一义的这个祈祷，一义的这个祈祷之后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这个苗聘当中呢，就是自然而然降下这个甘露啊，就让这个所有的这些500个人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恢复如初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就是这个故事。所以我想呢，我们就是有些就是特别可怜的一些病人啊，始终都是就是在这个卧床不起的，就是特别可怜。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自己没有生病的时候不知道，当你一生病的时候，这种病苦呢，就是有些病苦呢，就是不如死了话，死也死不了，就是那样。那么那样的时候，包括我自己生病的时候，看见病人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这个观想这个杜牧啊，其实杜牧有很多的这样的观想方法，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修杜牧呢，就是让他牵除别人的这种疾病啊，或者说是自己呢，就是通过这个修杜牧法呢，就是自身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疾病呢，就是依靠这个杜牧法门的，就是包括就是观想，然后呢，就降下甘露，就是自己的罪障和自己的一些这个痛苦啊、病魔啊，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得以这个清净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也是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法门啊，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法门。所以呢，我们就是应该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包括一些自己觉得是一些业障现前的一些罪业的话呢，就是都是就是可以清清。以前我看见一个资料，就是当中就是说是一个韩族人啊，就是他是这个特别苦恼，就是没有这个孩子啊，没有孩子，说是结婚8年了，就是没有孩子，到处去求，就是一直是没有办法，就是得子，就是后来呢，就是据说是就是杜牧很灵，就是然后呢就是修了这个1个月，就是念这个杜牧心咒，就是祈祷，但后来呢就是如愿以偿，就是所以他呢就是发愿，就是终身当中一直要这个修杜牧法门。为什么呢？因为杜牧呢就是牵除就是他以前的很多的就是就是罪业，就是然后同时呢就是他得到一些这个顺缘。所以我们现在实践人，其实实践人呢就是我觉得是最适合修这个杜牧，就是杜牧呢不单是给你得了一些究竟的这个涅槃的安乐，就是同时更主要的呢，为什么印度人和藏地人也是特别喜欢修呢？因为他们也毕竟是一些实践人。实践人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你要像这个升官这个发财啊，或者说是你这个长相漂亮啊，或者说是你很多这个包括就是你的这个生意兴隆啊，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啊等等，就是实践人特别就是喜欢的这些呢，杜牧就是没有一个不能的，就是尤其是你的这个工作顺利啊，事业成功啊等等，就是这些都是依靠就是这种杜牧的加持力呢，就是的确也是可以这个除了就是极个别的一些以前呢就是造的特别业，就是先世先报或者说是就是孙后世树业的，就是特别严重的这些业呢，就是不可逆转以外，就是其他的呢就是都可以依靠这个杜牧的加持和这个非常迅速的这种力量就是非常力量来就是可以就是所以说我想呢，我们实践人很多都是特别喜欢抱有，就是刚才我中午的时候路上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女孩子，好像这个她后面就是一直这个就是就跟着我就往后看，就是往前面干，就是一直，但后来呢就是她说就是祈求我就是保佑，就是拉一根哈达就我说什么保佑啊？就是我就平平安安顺利啊！就当时我心里面产生一种，就其实世界人大多数都是的确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不求更多的，就是我来世变成什么样，我就是获得了圆满佛陀的真觉的果，我度无量众生，就是这些都基本上没有。就很多人的要求呢也不太高，就是只是这平平安安，就是所以平平安安4个字对杜牧来讲呢，就是应该是比较这个容易的事，就是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应该比较努力吧，对吧？